这个第12轮的疫苗第2阶段注文，包括这个23岁以上第1剂 BNT， 甲18岁以上第2剂莫德纳，早起10点开放预约注文，民众会当就网络，或者是到超商的实体来注文。早起10点一个开放真无顺哦，网络进卡过来宕机，等至少5分钟才跳入去这个网页。这边讲预约的民众，阁是创甲规巴都火。 还是进不去，这真的是太逼人了。我们就卡在这边不用上班了。真无简单，等到第2剂莫德纳开放出文，民众伫网站咧等，想袂到系统阁出问题，互上班族真生气。较幸运的完成资料认证，不过难关也袂过。可是他，然后就没有然后嘞。 持卡人把资料送出去，不过网站拢无反应。今仔日透早10点开放第12轮线顶和邮局注文，唔但网络问题真多，邮局的现场嘛有状况。其实我们今天有遇到2-3位民众，他的年纪跟第1剂施打时间是符合政府公告可以接种第2剂的一个资格的，但是因为他没有在期限前先完成意愿登记。若是未记得意愿登记，就敢若使搁等后一摆，后袂少民众无注文到。 这摆第12轮疫苗注文自今仔日透早10点到拜3中到12点，开放23岁以上注 BNT 第1剂和18岁以上，而且伫7月16进前注第1剂莫德纳要注文第2剂民众，按算自28号开始注射。另外，嘛考虑要甲注第1剂 BNT 和注第2剂 AZ 的注射资格放宽。不过，大摆只要注文要注疫苗，拢会拄到网络出问题的状况，敢若望政府会使赶紧改善。